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福喜来咧，我係 Rita 玉天。大家知道你係客家音樂非常嘅多年未，當到嘅客家好手嗬，越來越多人嚟參與，你要前到當站嘅比賽，為使大家強下來關注，強下來享受客家音樂啊！2017桃園客家流行音樂節，呢地度呢，你基本嘅同大家分享，係啲咧創作組拿到第3名，香港呢現場最佳表演獎嘅樂團阿比白樂團哦，當然主唱啦林徽因已經喺現場咧。喺介紹佢之前，你先來看一段樣片，叫做比賽樣片哦。天闊地闊安安泰，演繹下下蹦蹦來到了世界，人生到底係乜界？做乜界？求乜界？總希望三餐古飽，有小暖的蔬菜。一山一山高高台，演繹朦朦朧朧讓心體快。人生到底係乜界？比乜界？做乜界？總希望平凡過日。要翻譯的蔬菜，笑看人生，將你出現。笑看人生，將你開夢。一首輕聽落嘅歌曲應講人生呢是豁達一點、暢快一點啦。非常歡迎今日來到節目當中阿比白樂團嘅主唱團長林徽因、黃振興阿興老師。Rita 你好啊，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阿比白樂團團長黃振興。阿興老師歡迎老師到拜講呢，太普強啊，就知道有一種千叮嚀下嘅感覺，係嘛？好，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嗬，家看到嘅流行音樂節嘅表演嗬，唔單止歌呢，人講唱到聽落，唱起來嗬，有一種就人講清亮唱出來，當台上唱出來，韓國人都搭上人打扮都親眼到呢。韓國嘅音樂嘅風格沒有冇同樣，有西樂沒有中樂啊。呢條歌詞講安尼吼，是上嗰個都一個世事吼，都有一個感傷安人過度生活平凡，吼快樂啊就講食飽啦、睡飽啦，吼平凡的日子安尼吼，就是我們追求一個人生最後的一個目標啦。其實唔免人大家都想啊人有錢啦，人有乜解所以到尾就講寫了條歌詞想講，看淡人生就冇快樂啦。我知道唔易幸福嘅，讓人點啊？最新嘅研究就講人生當中呢最好嘅創作方法就係唱歌，因為唱歌做得增加人嘅肺活量咩？韓國人嘅橫膈膜會被氣流撐開。你唱唔用路講嘅啫嘛？有其實也青島國家嘅研究，韓國呢人講呢，乜嘅係最好嘅補就係睡眠，唔加講睡飽咩？韓國又有唱歌韓國人就全心投入於喜歡嘅事情，有熱情，安尼就最快樂咩？錯啦，是講唱嘅點樣嘅想法是真簡單，全心做人客家音樂創作，有表演有商演就出去做，按那摩多拖布卡寫歌。哇，很好哦！一下出全心嚟做表演。全心都做了表演做歌寫一些計劃安尼啦。幾十年就進落去，你客家音樂出錯誒。全心做落去
唔知无赚钱啊，无赚钱。唔讲就快乐咩？是我相信安尼做吼，听说有青岛嘅感通啦。像家下人看到一摆比赛吼拿到青好嘅成绩，先从最佳嘅表演奖呢，我知道也系青太嘅肯定吼。对于阿比伯来讲吼，咪系加添自信嘅一部分啦吼。韩国有得奖咩？啊，比赛就安尼啦，我就讲。啊，希望无太讲，逐班啊就入前3名，安尼才讲就前几名。我是期待讲了都一人生一快乐的事情的。啊，你就真强了呢！你有青岛人参加比赛，你做你要前3名，韩国现场表演又得到肯定，係冇？大家团员有讲乜嘅冇？讲唔止第3名吧。同好，係即家知道第1名就第1名，錯冇？冇啦，啲唔敢講啦。我知道唔同樂團吼有一個青團結，比如講一擺比賽啊，因為帶台中咩，然後台中愛來到一桃園比賽，大組就來比賽咧。唔過前一日可能大家有做勢有跳舞。因為我團員做按每日就要到做live house 啦。哦，有駐唱人嘅。要做 piano bar 啊，做當暗就下班啦。哦，冇衰冇出邊個來，安尼做做嘅，都結合出上來比賽咧。哇，安尼嘅精神，大家就會一團結，我仲想鼓勵。唔可能大家加相片，加聲音安尼，表情啊，嚇笑容啊，就知道哇，有一團嚇有一隻真美好嘅氣氛啊，嚇。慢慢我團員安尼我試到嗬，無所求嚟啦，大概是講，大概精神精神安尼，加強啊嗬。伊有個歡喜心啦，就教音樂教藝一個創作啊咧，幾團有個歡喜心。係啊，你最近咩有青島嘅活動咩？要做就辦客家咧。係啊，韓國有去教演安尼，韓國有去青島嘅，人講老人家嘅沙期啊，做60嘅服務安尼啊。嗰就是講一般下啦講，有個人下期啦講，有人打吊絲。打吊絲啊，唱陪緊唱歌啦，教緊唱客歌啊，嚟就冇邀請嚟講來了，嚟唱來教了啊，嚟就好，就冇有時冇帶緊唱，一家先嚟歌。係啊，幾同時有冇想過來去教佢哋唱歌？因為去到了慢人社區了真多老人家需要的是陪伴嘛，陪緊講法都好。見上伊配較老嘅人嘛，以前嘛冇那種流行嘅客歌好聽啦，就講是冇計較就講來唱人聽，搞緊唱人哋man尤其太不強歌真少咩？你也是忙下哩。是唱人聽講，人哋man嘅時代歌變得樣少，所以講唱人聽，個搞緊人哋唱技巧簡單。係啊，當初迄個比如講教老人家唱歌好咧，有誒可能70、80歲啊，老師有一首歌唱到隔壁嘅阿婆，其實有歌我以前我就因為發生在些時節，我就有聽，到今日聽講去教佢哋唱嘅時節，有個阿婆彈嚟要叫字啊。我對呢條歌開始做好了唱到了蠻難的嘛，可能是上幾百遍了。哎呀，就是我幾乎每一場必唱的歌。係哈。當人聽到我感動。尤其在大概50、60歲、60、70歲，我唱老嗰時佢聽到個心情就講，我老了看樣少咯，就是很無可奈何啦。不過慢慢的時態就變得講，老人家的辛酸。較無講，後生來照顧啦，陪搭照顧啦，識伴物界大概都無限一屆事業嘛。所以真多老人家聽到就叫到安尼，係我相信啊，老人家愛嘅其實唔係當豐富嘅乜嘅物質嘅東西其實佢哋愛嘅就係屋企人人講生人嘅孫嘅喺身邊，大家有伴。就按簡單啲咩？大家和和氣氣，安尼平安就好啦。係啊，嗰時候你看到安尼喺自家情感通，嗰時候願意繼續教佢哋，排練佢哋，唱歌本佢哋彈安尼係嘛？是，當然當翻譯啊，當很願意的。很願意哈，哇！
情感痛哦。其实人讲吼，爱教创吼，你创作客家歌，爱教声音咩吼，教老人家咩好吼，就要有安尼个热情。韩国爱持续来创作，欣赏你安尼也下吼，全心来创作，你自家嘅心温度嘅感觉系乜嘅？真多压力啦。哦。很多的压力就是来自于讲，两岸的做咧哈，有时又要跟两岸的时代结合哈，就讲讲后生人唔免就是不愿意，就是接受这样子。你讲你嘅创作吗？就是会压力很大。所以讲，我长期这几年都有进入到幼稚园啊、国小的，我就觉得从那边开始，让他们去看看啊，跟喜欢我写的歌的程度啊到那位，慢慢去改善他们感觉说他们会接受的那种风格。哇，先生很清用心呢。等下转来哈，我来谈阿星老师哈，从电影下嘅歌曲哦。1、2、3，唱1、2、1、2、3、4，來，打到 C。A B C D 腳跳關半機，搖人熱落太兒大利馬啊作怪機，草地的草地跳來跳去，韓國侵犯你，西番薯外表面。韓國真神奇，1、2、3，下一排，有機會向下來，大到是跟這句一樣，下一排，有機會向下來，大到是。大家有看到嘅樣片冇？係咩？起到動定音響呢？咁咪來到節目當中係阿比白樂團阿星老師幫進行欣賞哦。家下欣賞，你拿人家指揮棒，哇，搞創嘅安尼又來，看嘛嘅是安尼搞太搞創吼。剛好都沒有那個教學蓋啦。鼓手那個長長剛好，然後我就跟他拿比較方便啦。鼓手那個長長就是鼓棒啦，哈，鼓棒拿來去變指揮棒。而家去學校表演哈，教聲音、唱歌哈，你講應該唔係到上年會講客家話，錯冇？兩岸前幾年比較走的路線就是說，都是客語莊吧，客莊較多。現在的變成說哈，客莊暫時比較沒有去跑，現在主攻就是非客家的學校比較多。本語言、本族群嘅文化哈，介紹本其他人熟悉啊呢。帶出去讓他們知道講，兩岸文化，商人也很喜歡。是不是讓他們也能夠感受客家的新文化、新音樂，然後慢慢來認同我們客家這樣子。你去當場家下國小表演嘅時節哈，你先表演先創作哈，請咪章來教錯冇？係，都是一場表演都，差不多一半客家了，村後面會留他15分鐘，來教大家唱歌唱跳咁嚟啦。哇，你知道教小朋友哈，教佢哋唱客家歌有咩技巧嗎？其實沒有咧，因為我們有教幼稚園哈。他看某個國字嘛，係啊，其實你都按你念不一天，他是看你嘴型在學的，就跟我們帶小朋友在教的時候，其實給你看你教型，沒有人，我有拿那個 Word 檔字哈，就看，沒有人看那個投影機，太太去看到，看我的，聽你的用來唱安尼，看我的嘴型在學，看嘴型，對，小朋友安尼好。可是大人就不是了，大人沒有那麼認真去看嘴型，都是聽音。係呢。對，所以小朋友來學較夾。
嘿呀，原来发现太年爱好起来哦，我哋要再看嘴型。对，一般人太年看唔会看，都爱听。嘿呢，所以你知道看enjoy， 所以我对小朋友蛮有心得的。我看佢都动专心呢。看你唱歌，看你搞的时间，他们好乖哦，很乖哦，就听阿星老师叫他来唱。就给冒险啦。嘿呀，希望他们都喜欢这样子。许多學校同小朋友分享呀，教佢哋唱歌嗬，老同老人家冇共樣嗬，老人家佢哋彈嘅音樂，可能有啲真係較抒情啊嗬，尤其較嚴重嘅70、80歲嘅老阿公老阿婆啦，較慢調啦，較慢調嘅。唔過細嘅大家真有發音嘅，唱較夾嘅歌曲。所以細嘅學聽較夾嘅啦，比較輕快活潑嘅為主。你哋去學校還有當改編，有啲嘅大家喺時尚堂嘅乜嘅卡通嘅主題曲啊，有乜嘅。只是講我會擔心說場子一直做客家歌都也不太好，就是要讓小朋友引起他們的興趣，所以會改編演奏，或者唱一些他們比較。時尚堂的應該講唔係因為客家歌嘅關係，係因為小朋友記得聽嘅咧，可能就會講有啲卡通啊，有啲電視節目，佢也都有年齡堂嘅歌曲，嗰時候就去改編。按你做了一件聽到的懂歡喜，我們把那個場子呢炒熱了，他們也聽到我們的客家的音樂，融入，讓他的感受會比較輕鬆。係啊，嗰時候你想到一下細嘢聽到乜嘅歌曲呢？乜嘅卡通啊，可能阿星老師佢就有改編咯，係嘛？多謝啦，多謝。你今日呢？人講卡通有大家舒服一樣嘅，客家講咩有啊？韓國家下阿星老師其實有偷人嚟講，唔點啊？我做小朋友嘅童謠，比寫嘅流行歌曲還要困難哦。當然。我嚟講，因為那寫個歌詞又是唔太古板，那講傳統嘅歌嘅詞因為一般嘅後生人不懂得以前嘅個時空背景，所以這個要讓他們喜歡，你又要有故事性，懂白寫，上時候他觸動到誒，他幽默到安尼係嘛？有一首歌曲好像非常好，很多碰米醋，很可愛，就是小松鼠嘛。是，一條故事動心色，真實故事就是講，有一日7、8點拖我自己房間就去打天咯做些安尼，我個摸關我就選意咧，記到好點點對緊我不跳入來房間啦，按不一個寫咩舞碰梅樹沙安尼。火色舞色安尼呀，可能咪出鏡下佢對抗，對抗有冇做安尼？可能在講到啊，出鏡下安尼講，你乜嘢？因為安尼對話啦，當咪佢冇看啊，冇看佢，安尼當咪阿腳佢出嚟咗嘛佢到我房間嚟跳嚟跳去啊咧。有樂器嘅條誒。我就當鏡我叫我甲跳，我物品我調擺平。當咪是。腳裂腳佢都好點樣，跳就跳出去咧。安尼跳出去了，幾日了我就沉澱落去，就想有點靈感。做得來寫一首歌曲。跳歌有感受咩？才完成這首自己也蠻喜歡的個童謠歌曲。太不強很多。碰梅手是很標準。碰梅手，先生嘅要教細嘢要唱要跳，嘅唔咩搞緊啊？好，那試看呢，我們好。好，那就準備歌詞啲啊。好，來3、4，記起日只碰梅手，看慢啲好啦。梅露手，肚子餓，肚是呀。K 包笑，上山莫掃上樹。好，再來。記起日只碰梅手，咩叫字？尾巴梅碰碰，又長長又長長，走路莫驚人行街路。來喂。配然度，學小鳥
爱哭调杯无法度，唱甲世界又唱太老酒。好，北上北下，起起楚楚，来跳舞啊，来跳舞。记迄快快乐乐的人设计碰梅酒。哇，好好教啊！老师，对唱用吉他，弹奏来唱下听听你，还来做动作哈。观众朋友，大家要做对听听，我就唱下来听通一下哦。太原狮子唱下来，我其实知道，耶稣歌曲咩请适合老人家呢？太原狮子全部做对哈。就去带个社区的个老人跳。好，准备好了，唱，老师。好。三四，伊迄日食碰梅酒，梅老酒，梅老酒，肚子都是呀，去包小水饺，上小莫手上手，伊迄日食碰梅酒，要叫子，要叫子屁股，梅碰碰长长。又悄悄走路，莫惊人行行路，肚子转圈圈，肥肥圆圆肚，爱哭调杯无法度，唱紧世界又唱太老酒，北上北下起起楚楚，来跳舞啊来跳舞，记迄快快乐乐的日色嘅碰梅酒。好好教啊！大家做咧听听唱下来跳舞哦，色彩清文气。等下转来继续老大家分享阿比百乐团黄振兴老师嘅创作哦。开三线，浪漫客家庄，有钱人恋爱好地方，三合院一桩又一桩，山明水秀迎见天堂，调杯冲叫满路水果香，老树下来这日风清凉，寒来时节。带电啊分享，暗晡夜食烟农家热公公，山枪枪路漫漫心爽爽，漫漫行天天了悠悠上，云淡淡风强强人冲冲。来到台中东西人讲太富强，韩国太家婆转来石公乡，雅福卡雅古药，江江山上客家庄，雅福卡雅古药，江江山上太富强，雅福卡雅古药，江江山上客家庄。耶！哦，2、3年还做清好哦。哇！刚刚唐先生唱歌的吼，清香书，因为大摆唐阿信老师唱歌的，只起到佢係已經輕鬆快、輕樂線，唱歌的時節吼，當唱彈到佢內心嘅聲音全部唱出來吼。先生，你剛剛唱的講講嘅客家莊咩？係山上客家莊。係山上客家莊吼，因為而家。山上就係你嘅台中嘅屋卡咩？是的，好，佢說也講浪漫台三線，好，一次對到台中嘅後里嗎？也係難。你跳歌嘅係我嘅寫意思是講，
对台北，吼，才系讲对桃园龙潭，嘿，来到安尼77到台台中，山县转都，嘿，沿路都是客家庄嘛。嘿啊嘿啊，龙潭啦，吼，啊，都新竹，啊，个嘿竹东、南庄、苗栗、错大兰，东西石港，就七里都石港咩？七了将来的感觉啦，啊，将来是家故乡，啊，石港个区都开始有客家庄了，哦，安尼真幸福的感觉。韩国沿路就有水果子嘅香味，系吗？是，啊，沿着那个山弯弯的这样子，有没有？啊，里面有写都讲哈，哎，那讲刚刚如果休假哈，就是带本娘啦，哈，而且儿女哈。去住一下，我里面写的讲家贤农家，就是住民宿的意思啦。哇，对，还会享受哦，我送人人生真件真快乐，要用安尼个心情享用安尼个客家歌吼。我从先生一下做的，无论是专心来创作客家音乐，专心来做表演，韩国呢到高原地度、到沙溪地度做呀客家歌嘅传唱，也系推广来吼。青岛嘅感谢嘅话回馈，要帮阿比办乐团呢。那今年安尼做了个真多了哈，受到好评蛮多的啦。但是年龄层冇相款，给你感想就冇相样嘞。哦，青岛先生老人讲，阿新老师，一班有位冇拜到，我哋學教咯，盲人留本藝學冇用唱嘅哦。因為學教比較支持這種多元文化啦，哈加上我們在中部哈，現在算小有名氣啦。大家有看過我們現場表演哈，大概都真婀娜啦。哇！跟住講，結合我們的中西樂器融合，變成現在這個流行搖滾，又把我們的客家元素帶進來，大概聽到講，怎麼可能？就是說，尤其應該台中三響哈，很多年來就是。沒什麼在地作品啦，有寫，好比講剛才邵熙老師，他算先驅嘛，再加上我寫的，就是我慢慢會感受到，一定要讓鄉親有感受，有感通，然後我們唱出去，不是客家應該也會感受到。哦，我唱出家鄉嘅聲，後半大家聽下來，欣賞咩好，有感通咩好嗬。佢說安陽嘅信念啊，繼續向前嗬。佢係講大家有寫信嘅啊，嗬，有留言到人嘅粉絲專頁講，用亞伯冇排到我，也係講亞伯真係非常精彩嗬。觀眾朋友就邀請大家聽下來欣賞嗬。做啲掃描啊，上你哋嘅粉絲專頁咩做你看得到 ，YouTube 沒有啊嗬。有啦，有學教無教預定。因為不讓預定哦，很多的預定的哦。因為也是要跟公部門也結合嘛，新疆給吧，人家我們常去，比較師出有名的。係啊。所以別人說你預定了，我就把你排到明年度的下個年度的計劃。安尼真好，表示大家對你哋真喜歡，你哋咩非常用心來推廣。那安尼講定呢，除咗掃描啊，上無共用嘅媒體啊，當然看安尼節目咩做得啦。韓國大家同上嘅問先生，新嘅專輯哪時會出來呢？目前印度夾嘅啦，預定可能。今年一定會吧？已經都做好了，就是要等待我們要發片的還有啲細節要確定啊，哈。有，唔過全部就先做好了呢。對，近期會發片，對。係啊，其實人講做乜嘅事情都冇咁簡單，除咗靠有堅持、有熱情咩，嘅一下聽講新嘅作品，阿新老師自己非常嘅期待。韓國我相信大家會聽到阿比版冇共樣嘅感覺，聽講也擺有特別乜嘅清新氣質客家歌係嗎？我因為應該是講用該比較三重奏的伴奏方式的，冇爵士鼓，也沒有傳統貝斯，就吉他、長笛，還有一個大提琴。編一個三重奏的編曲伴奏，這樣。佢種專輯都會安尼嗎？一條歌。好，其中有一條歌曲。其他還係唔規則阿比版樂團呢？是的，是的。就是用西洋樂器的編制。對。怎麼會有安尼個嘗試呢？
爱北街歌的曲风，我都很愿意去尝试一下。对，不一定限定说我一定要做某一个路线啊。係啊，係啊。啊，你看來一般應講貴州樂團表演嘅時節，大家希望聽到我腔樣嘅音樂 style 咩？聽起來你會知道，你講都有新鮮感。那我一下阿比辦樂團、貴州樂團嘅編制年輕度係啊，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嗎？阿比辦樂團也蠻緊本聽哈，大概是這個團隊，我是我成立以來最喜歡的，目前最穩定的一個團隊。裡面有鼓手，一個貝斯，還有一個 keyboard 鍵盤手，然後還基本編制就還有一個吉他嘛。那我們的樂團比較特殊，就我會結合一個琵琶古箏，琵琶老古箏。好，然後還有一個就是目前就是有一個長笛，他加吹那個電子吹管。因為以前我有比較想用小提琴，可是後來因為賺錢的方式冇空閒哈，那講用cái violin，佢拜六禮拜都冇閒啦。他們做很多婚禮什麼的。韓國我用古典嘅聲音啦，哈，你所以來其實有七三人咩？有時候我會多帶一個吉他手，因為尤其那個較重要，都講認真唱，我就等於是放掉，我不做主奏的。專心地唱歌去做咧。韓國人咩負責舞台總監，就講貴州樂團用嘅安排，就你自己要當專心啊呢。對，所以我就放掉那個方式，變成我就重新做我的主唱部分。好，大家非常非常的期待阿比辦樂團有新嘅專輯會來同大家見面了。到時候老師新專輯出來嘅時間，聽說會來節目當中同大家分享。熱天愛。係啊，哈！我想最近有青島嘅發通，做得上嚟同大家分享呢。他自家電動啊，該阿比百樂團嘅粉絲專頁哈，發了我們的公開行程，像8月20到東勢文化園區啊，然後9月15是在后里，剛才你有講台中的內埔國小，后里區的內埔國小，係台中嘅內埔國小哦，唔係屏東嘅哦。唔係屏東，還有個9月19、9月25、9月26、9月29，到桃園要安排個桃園嘅學校嘅巡演，教園嘅順便係要3場，到個桃園嘅楊梅嘅個上湖國小，然後還有富春區的三民國小，還有那個龜山區的長庚國小。目前就是這幾場，8、9月份。好，歡迎大家共下來嘈了，共下來聽客家歌，唔係，共下來聽客家歌。我今日要講太湖腔呵，先生要講嘅呵，我聽你嘅歌曲來學客家話，學太湖腔嘅客家話，你咪先學呵。今日非常感謝阿新老師，祝福你創作靈感源源不斷。什麼先生？羅拉，觀眾朋友嘅收看，等下聽你先生來做運動了，上來了。